在日新闻来关心这个反送中的消息，香港反送中示威潮拢无停止，未少台湾民众会烦恼讲，敢会今仔日的香港是明仔载台湾？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主播专工来台湾采访，看讲台湾的民众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支持香港 ？NHK 主播嘛专访总统蔡英文，讨论台湾要安怎因应面对中国。看得出来，日本嘛真重视、真关心台港中三方面的关系。日本 NHK 新闻主播来台北采访，过头的宣传声吸引日本主播的注意。现在正发生这件事情，香港是我们台湾人过境最多，两边航口你只触犯中国。另外一个引起日本主播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向香港人的支持的便利贴。なんかやってますよ。メッセージを集めてる。表达你对香港的支持。台独是历史逆流。NHK 嘛分析总统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将近落到15%，但是蔡总统的态度坚决对抗中国，替香港反送中示威支持度回升到36%。日本的主播嘛采访太阳会学运的领袖，嘛是即卖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焕。等到香港现在的自主地位一步一步的被剥夺，一步一步被侵蚀，那接下来就轮到台湾了。今次香港明日台湾，台湾的现象，互日本媒体感觉不可思議。私たち日本から見ると香港と台湾ってもう別々の存在ですけれど、香港の今の状況を自分たちと置き換えて重ね合わせている台湾の若者これほどいるのかと驚きましたね。NHK 主播嘛观察到，真侪台湾的少年人对中国有戒心，知影国民党唔通轻忽。